玩維港島海泳啊！好，又嚟到而家7點鐘嚟到會場，今日都幾凍啊，得個18度度。好，入場啦！今日最搞笑咧係咩咧？攞翻啱啱復辦嗰年咧嗰個袋出嚟啊！呢個復辦2011年嗰陣時嗰個比賽嘅紀念袋、紀念品嘅袋，俾阿女收藏咗，跟住俾我哋揾翻出嚟之後咧，原來寫咗呢啲嘢出嚟。好，14年後我又再嚟玩過啦。OK， 繼續行啊！睇下，哇，幾多人！趁呢個等嘅時間咧，就整呢個感應帶，呢個係等入場，呢個就係比賽證。哇！等緊啊，好多人啊！嗰邊就係終點啊，最高座大廈。哇嚇！準備落水，嚟啦！準備落水。好，請各位落到嚟浮台咧，就可以直接落水喺出發線前面等候啦。請各位留意。OK， 落。好，各位運動員落到嚟浮台就可以直接落水等候啊！直接落水喺出發線前面等候，請各位留意。Sorry。哇，嚟啊！ Hello， 加油 ！OK， 大家加油啊！又講邊啊？希望唔會後尾。又講邊啊？啲人過晒嚟呢邊啊 ！There's no clear。對住紅磡方向遊嘅大家，請大家咧去紅磡方向咧揾一個標誌性嘅大樓，咁然之後咧去作為自己嘅目標，咁就會可以容易揾大家。好，咁樣入咗我哋嘅維港。哇！好驚！哇！我驚啲波甩啊！波！好啦！冇錯，唔同你癲啊！你哋有先。哇！向右邊游。遠啲先。好啦。A 啊！第一個幫到啦，到 B 啊！俾心機。哇！到到波波。 繼續行啦，又到 B 啊！呢個，跟住又繼續行，哇！遠遠見到嗰個 K11， 好努力加油啊！哇！正啊！前面繼續下一個，好。 努力加油！哦，又到呢個紅色條柱啦，嗰下啫，好就嚟到啦，努力加油！好正啦！哦，到終點啦，睇下，終點在望，到啦！ Finish. 走啊
搞掂。走啊！遊完啦，應該半個鐘翻嚟啦。有拖鞋嘅喺度都有，我比較女啊，38。咁啲拖鞋係幾隻啊？好 ，M 啱啊。唔該。Thank you。今年嘅呢邊大碼，我加大。攞咗啦。有咩 ？Thank you。今年嘅紀念槍。哇！睇下，仲游緊啊！哇！今年啲流好犀利啊！好啦，完成晒2011、2025，搞掂。OK， 今屆有拖鞋啦，有個牌啦，有毛巾啦，有 T 恤。OK， 好啦，希望下次再玩啦，拜拜。